而家為大家報道社團簡訊。首先係溫哥華嘅消息。加拿大溫哥華吳須山公所3月21號星期日舉辦甲申猴年春宴，查詢604-681-8866、604-879-2491。加拿大華人情緒健康互助會每週五上晝10點到下晝3點舉行溫馨茶會，心理輔導、精神健康諮詢，伴我行義工團歡迎參加，查詢604-273-1791。聖約翰救傷會3月27號星期六舉辦兒童急救護理證書課程，逢星期五上晝8點半到下晝5點舉辦勞工賠償局 WCB 1級證書課程，查詢604-321-7242。溫哥華教育局沙龍攝影學會3月27號星期六舉辦室內蘭花攝影活動，查詢604-689-8191 Jackie Cole。跟住係多倫多嘅消息，多倫多華人社區服務協會舉辦免費預備入學講座，3月23號星期二上晝10點到12點舉行，查詢905-948-1671。加拿大多倫多超輪公所舉行新春聯歡晚宴，日期係3月27號星期六下晝7點，查詢416-977-2541、416-561-1828。讚頌基督教會舉辦免費美好新生命分享晚會，3月27號星期六晚上7點半舉行，查詢416-564-9811曾先生。聖士提反社區中心移民家庭中心為新移民提供英語及社區諮詢服務，查詢416-964-8747內線234。最後係亞省嘅消息，愛城華人社區服務中心舉辦新移民俱樂部5週年慶祝會，3月27號星期六下晝2點到4點舉行，查詢780-429-3111。嘉城華人耆英會舉辦國粵語聽覺講座，3月26號星期五下晝2點到4點舉行，查詢電話403-269-6122。社團簡訊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